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日就是俗，它只有俗第八条。台语字典解说，俗就是某一类的意思，像咱讲金属，嘛当讲是生物分类一款名称，像讲有界门纲目科属种，若是同类的物件，腐蚀伫咧什么款的下骹，咱讲是腐属。若这里俗嘛有亲人、厝内人的意思，咱讲家属；若是部下，嘛有人讲是部属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属下，就是咱讲的部下，嘛会当讲是部属骹手、下骹手人，或者是下司。第二个词读做附属，嘛有人读做附属，意思就是附属或者是地属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这个主管对家己甲属下要求拢足严格，对附属部门的品质管理嘛足认真，有影是足负责任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俗，另外还有一个音读做足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